Hi， 各位朋友，歡迎使用 Quantims 你嘅智能 AI 交易助手。跟住落嚟嘅2分鐘，你會學識點樣將投資靈感變成實戰策略，唔使識編程，只要有諗法就可以輕鬆撳幾下就搞掂。首先嚟到主頁向下移就會見到我哋精選嘅策略模板，揀一個你中意嘅策略，撳自定義策略，輸入你睇好嘅股票，幾秒鐘就可以開始回測。如果想從頭打造自己嘅策略，直接撳主頁頂部嘅開始按鈕，進入對話頁面，開始奇妙之旅。喺對話頁面，你可以隨時問 AI 你心中嘅疑問，譬如而家適唔適合買入 Nvidia， 佢會即時提供最新行情技術分析同明確操作建議。想訂製專屬策略，簡單講出你嘅想法，例如高賣低買，AI 就會為你生成量身訂造嘅交易策略。記住用右邊嘅策略智能體，佢可以將你嘅想法轉化成自動化策略，進行歷史回測，仲可以用模擬交易驗證策略效果。清晰嘅收益走勢同關鍵指標，幫你不斷優化策略，等真正落場投資之前更有把握。當策略開始實盤或者模擬交易之後，你就可以喺投資組合頁面實時查看收益，賺蝕情況一目了然，調整策略更方便。仲可以冚下就 share 戰績到 Quantims 嘅量化圈社區或者你嘅社交平台。喺量化圈裏面，你可以同更多投資者交流心得。喺資訊專區 ，AI 會即時推送熱門交易機會。喺社群裏面，你除咗可以參與討論，仲可以同其他人合作共創策略。如果你想系統性學習量化知識，由基礎到進階全面掌握，就可以進入課堂學習。最後記得定期嚟我嘅賬戶管理訂閱、綁定證券戶口、個人化設定，全部都可以喺度搞掂。主頁對話創建、測試、部署策略、投資組合、量化社群分享、學習，就係你由策略靈感到真正實行一站式，一切盡在 Quantims。未登記賬號，而家就撳主頁右上角開始按鈕，免費註冊。你嘅智能交易之旅即刻開始。